1月31日星期六，有識之士 Ivan 生日快樂。1月31號發生嘅事係香港寵物節2026匯集咗全港最多嘅世界知名品牌，等大家可以一站式了解咗採購各種嘅寵物商品。另外，除咗買嘢之外，今屆展覽都再次舉辦咗呢個受歡迎嘅螳螂活體展覽，唐朝會展義與龍同行，展出咗好似中國龍咁樣嘅龍螳，仲有50種螳螂品種。另外，都有其他嘅多元化活動，例如懷舊金魚街、文地貓茶餐廳打卡點、More City 無城寵物品牌大獎頒獎典禮2026，仲有由呢個香港狗會舉辦嘅狗展、香港黑貓會舉辦嘅貓展、狗狗全運會等超多活動。唔知你有冇養寵物呢？如果有嘅話，可能多多少少都會去過。今日睇咗喺你生日嘅份上，就同你講一個比喺笑話合集入面揀出嚟嘅爛 Q 啦。邊種動物最容易唔舒服？俾5日時間你去思考。5、4、3、2、1，零。答案係牛，因為牛有懶音，因為牛哈好笑。今年上台 Ivan 講嘅嘢係今年好似見得好少，比多開始少有好多拜拜 Ivan 嘅記憶。唔知你最近過成點呢？無論點樣都好，希望你平時有過得開心，好好地食飯飲水，好好地瞓覺，好好地休息，做唔同嘢啦。如果係有學緊嘢，或者有一啲想做嘅嘢，都希望你順順利利，得閒再返嚟探鼻啦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咗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。拜拜。